而家我身處2026年 Hong Kong Auto Festival 啦，哇！除咗睇琳琅滿目嘅 JDM 之外咧，仲有一啲攤位可以俾大家去睇下。呢個就係專賣模型車、模型巴士嘅微影啦。呢啲就可能都係俾細路仔玩。仲有呢個即係巴士啊，模型巴士。模型巴士通常都係1:110啦，因為巴士本身都比較大。我睇下呢個模型個做工先，都 OK 嘅，1:10，唔錯嘅。入面就當然冇乜細節啦，但係色彩啊、顏色啊都 OK 嘅。呢一個就係即係都有啲特別嘅車身廣告。正常嘅巴士啊，肯定冇呢一個廣告。呢度就有一個地方俾大家去設計，去砌自己中意嘅巴士。哇！好多巴士，好多小巴，所以你巴士迷、鐵路迷、交通迷可以過嚟睇下。哇！價錢都係幾正常。因為我之前就覺得，即係嚟到呢個展覽嘅嘢可能會加價，但係睇落去都算係有少少良心。呢個咧就係都係賣模型車啊，賣遙控車啊。哇！之前咧我就去過深圳大灣區車展，嗰個陣容就大好多，有好多大陸嘅新車，亦都有一啲嚟自歐洲國家嘅品牌、日本嘅品牌都會去嗰度參展。不過，唉，嗰度而家都比較少超跑啊。林寶堅尼舊年都未入去擺攤位，嗰邊都有啲攤位嘅，但係嗰啲我又覺得即係都係比較嚟嚟去去都係咁樣，同埋又冇乜改裝零件買咯，只係有啲鉛酸電池啊，有啲紀念品可以買，係 NSX 呢個 NSX 都係好靚，呢個日本4大天王其中一架。呢個車展咧最犀利嘅地方就係日本4大天王都喺度，NSX、RX7、Supra、GTR 都係有。呢個展覽最大亮點就係呢個，可以喺一個場度睇晒咁多種改裝風格嘅日本車，我都覺得係一件好係一個榮幸嘅。係。哇！後面嗰啲有啲係賣嘢食㗎啦，嘢食就肯定就貴少少啦，哈哈。咁樣呢個攤位咧就專門賣啲舊嘅古董模型車，哇，係咯，同埋舊嘅經典汽車雜誌啊呢啲。而家我嚟到 Supra 嘅展廳，呢架車咧，風格就係都係比較誇張啦。有啲人就話佢呢架車直路黃彎道忙啦，因為前面真係重嘅，3.0
公升嘅直六鑄鐵中鋼，改裝潛力係好大，有好多美國人都中意將呢個引擎咧改到成1000匹都有嘅，專門攞嚟做呢個直線加速賽。係啊，你睇下啲風格都係比較誇張。附近又有 RX7 個樣就比較流暢啲咯，比較輕盈啦。呢個就係即係大家都聽到呢架車有時候會俾人叫 super 豬扒啊，咁啊你都睇到係比較肥啲啊，呢架車身形都係比較肥，就可能適合美國嘅市場，美國人就中意睇到咁樣嘅車啊，哈哈。係咯。都係改得比較粗獷嘅，尤其係呢個喉咧，呢個11JZ 呢架車嘅喉咧係單出大尾喉啦，就好有霸氣。Super 呢架車當然係經典啦，係咯，大家都睇到附近呢啲攤位咧就即係都係關於汽車服務啊，但係真係冇深圳嗰個車展舉辦得咁大，因為喺呢個場咧，呢個車展只係用咗呢個場嘅半個，後面仲有一大堆空間，所以可以邀請多啲人過嚟都係好事，可以令到呢個展覽嘅內容更加豐富。其實下次都可以邀請下啲歐洲車廠啊、歐洲改裝車過嚟睇下呢個法拉利又或者 Alfa Romeo， 我相信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人入嚟，又或者係賽車啊，有多啲攤位去玩下呢個 Assetto Corsa Evo。你睇下呢度真係得一個興點排啊！即係你係消耗好多粉絲嘅時間同埋耐力啊，所以係咯。所以今日過嚟呢度，感覺當然係好開心，亦都睇到自己想睇嘅，不過都係可以完善下咯。OK 嘅，又唔係話即係令我好滿意。不過我覺得未來咧呢個展覽，如果想令到更加多人熟悉咧，係要加多啲內容，吸引到唔同地方嘅粉絲，咁樣先至會比較好。拜拜。